庙红啊是台湾文化的特色工艺哦，嘛是庙市中的艺术。台南客家的朱济公有真侪大师叶王的庙红啊的作品哦，最近就借出12件伫婚礼的展览，那么做伙来欣赏。 用涂料塑成形，将每一位人物的表情一一呈现。关于加温的要求，经过中华上优学色彩评分，这个高水陶作品是西元1860年清咸丰年间台南客家朱济公聘请叶王完成的壁倒厝顶的装饰。后来由庙方收藏249件，近期换少12件到元年头一届展览。阮庙里头经12件，出来展览，完了为着讲要打出去，讲阮朱济公都原来有这个国宝，要互人知影讲阮朱济公有教主头，叶王的教主头。看着就心情就很好啊，就感觉真的是很难得看到的这个。改天我要到那个庙里面去专门去看。文管府文管处表示，这次展出国宝叶王作品，包括出现过关顶12件，是庙方有史以来外招展览上侪一届。 嘛邀请叶王第4代传人艺术家吴良，将无同阶段所创作60件当代艺术高水陶联合展出。那这一次的整个运输过程是相当耗费非常大的一个资金跟财力，是为了说让台湾教陶发展史能让一般民众近距离的看到。从传统到这个创新，到当代的这个艺术展出，所以可以看到交趾陶从传统的宫庙这样的一个工艺展现，到走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工艺艺术。文管处表示，高水陶进入本土文化特色工艺，一直以来拢是庙宇的重要艺术阵地。客家朱济公这届毛派专员协助导览。另外，当代高水陶作品真侪拢无玻璃窗，会当近距离欣赏线条彩绘用石顶细部。民众有等把握机会，到元年欣赏高水陶跨时代展出，各种用有报道。